好，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那利用今天早上呢，小师父来跟各位大家简单介绍，有一个公案啊，很有意思，对我们修行来讲也很有启发性。在盛产椰子的东南亚，有一种要抓猴子的陷阱呢。他们把椰子挖空，然后用绳子把它绑起来，然后挂在这个树上，或者固定在地上，只留了一个小洞哦。这个洞的里面呢，就放一些食物啊，吃的东西。洞口的大小啊，刚刚好，只能让猴子空着手伸进去，而没有办法握着拳头伸出来。于是呢，猴子啊闻香而来呀，知道那里面有食物，香气四溢呀，非常的欢喜。他就将他的手呢就伸进去，要抓这个食物。理所当然呢，手呢就便伸不出来了。他没有办法，不方便伸出来，紧握着这个拳头的伸不出洞口的这个猴子呢，当猎人呢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猴子呢很害怕、很紧张、惊慌失措，但就是逃不掉。并没有任何人去捉着猴子不放，而是他被自己的那种贪婪与执着所困住了。这个公案听起来很简单，也许你会说真笨呢，只要他把手放开，不就能伸出来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这样想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么简单的动作啊，只因为内心中贪婪的那种意念呢、欲望的念头，导致于很少有猴子能够放下食物，伸出手来。其实我们人类也聪明不到哪里呀！你不要笑这个猴子啊！正如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，他感叹啊，他就说到：奇哉，奇哉呀！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只因为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！你不能证悟，也不能得到功夫，就是这个原因的。在宇宙之中啊，并没有哪一尊神，或者是哪一个人能帮我们啊，或者约束我们，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妄想跟执着，使得我们一直受到束缚住、约束住了，而无法解脱。今天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简单的那一个动作，就是把我们的内心打开，放下自我跟执着，你就能够逍遥自在了。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最常说的一句话：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，一切万缘皆放下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佛教一再的唤醒我们众生应该要觉悟的道理在这里。今天虽然这个公案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呢都是向外攀岩、向外贪求，无形之中带来无谓的烦恼，而且跟别人结下很深的仇恨，所以生生世世一直堕落，一直沉沦，一直受苦，也因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那一种执着的本性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放下。今天利用这个公案来跟各位大家结这个法缘，希望我们一切放下，然后就能自在。大家好好念佛，发愿西方成就道业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